胡说八道！大佐，他死了，我打死他了，大佐。哎，大佐，大佐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我不是军统，他死了，人已经死了，人死了，现在没人诬陷我了，没有人诬陷我了。把藤原带下去。是。走，周总，周总，我不是军统，放开我，我不是军统啊，周总。我该叫你藤原呢，还是田野呢？大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是藤原，藤原忠四啊！我也相信你是，可你却杀人灭口，你辜负了我对你最后的期望。大佐，我没有辜负你。那为什么所有的人、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？为什么？回答我。我也很想知道，到底是谁在诬陷我。我想大佐您也一定清楚，我藤原是被诬陷的。既然你是被诬陷的，那你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。好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大佐您能够相信我。我现在需要你扮演一个角色。嗨，请大佐明示，我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
金锁一园的樱花就要开放了。父亲大人，真想跟您老人家一同去欣赏樱花呀。我虽然看不惯你身上的那些陋习，但是你的身上毕竟流着上等武士的血，我相信你绝不会被中国人利用。大佐被人蒙蔽，出师不恭，我一定想办法还你一个清白。又在担心天亮了？能不担心吗？一只羊整天混迹在狼群，要是有一天一不小心被人看到了羊角，恐怕就成了饿狼的口粮了。天亮啊，是在狼群中，可它不是羊，它是一只虎，是一只伺机而动的猛虎。一旦有机会，那一只只饿狼都会成为它的口中之食。不用担心，我们要相信它的能力。对了，老王，你说田成业他为什么会选择来香港呢？日本人在上海的势力太大了。老田呢，已经吃过一次亏，要选择在内陆国民政府的地界，日本人肯定不答应。只有香港，香港是英政府的地盘，对双方来说都好接受一些。可是老田有军统的帮忙，他这次非但没有救出余秋霞，反而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。老田没有想到日本人的来势会这么凶猛啊！我估计，
日本人把整个情报4课的老窝都挪到了香港。对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你说区一个田成业，何必大动干戈？而且那个日本姑娘小泽也被他们带过来了。我觉得这不像是一次旅行，更像是一次搬家。的地点。坐。诸位对他并不陌生吧？我手中拿的正是同计划实施纲领。也许你们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在香港公布同计划的详细内容？因为香港才是同计划真正实施的起点。现今中国战局僵持不下，帝国陆军渐有颓势，中国战场已经开始大量消耗帝国的资源。所以，这份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更多、更快、更有效地占领中国资源。从另一方面，打击重庆政府。大佐的意思是，要从国民党手中抢夺资源。可他们已经做好了拖延整场战争的准备。抢夺更多的资源，绝非那么容易。我们所要的不是皮毛，而是要对他们抽筋剥骨。在重庆政府手中掌握着大半中国土地上的战略资源，而他们的人心却未必一致对外。此时此刻，他们中还有人想发战争财，所以我们就给。从事的一切对外活动，都只是商业行为。嘿，建立秘密贸易线的起点在香港强华兴业公司。强华兴业公司的总部在上海，但是香港分公司的实力却非常雄厚，在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都有很大的影响力。这全部得益于他们背后强有力的支撑者——重庆政府的军政高层人物。白文扎，香港强华兴业公司的最高负责人。你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此人的信任，从而打入强华兴业公司内部。顺着这条线，我要把刀插入重庆。既然刀已经出鞘，就必须见红。
同计划能否成功，第一步尤为重要。按照中国人的话，叫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大佐，我有话要跟您私下说。我这儿没有私下，有什么话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吧。是关于藤原忠嗣的问题。藤原忠嗣？不，他应该叫田野，是军统的内奸。难道少佐还要替一个叛徒说什么话吗？大佐，即便是藤原忠嗣有问题，大佐应该把人证、物证一起交给军事法庭做审判，而不是由您做私下处决。我不相信藤原忠嗣有问题，他应该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。长谷川治，你是在质疑大佐的决定吗？藤原忠嗣的事情出得太不是时候，任何给同计划带来危险的人，都必须清除。这是军部赋予我的权利，也是同计划能正常实施的先决条件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希望你们再提藤原忠嗣的名字，我希望你们心中只有同计划。嘿。背着冷眼的不恭敬为皇，却潜在同业深处何为？阐明为令所为，因为有默契谋行为呼啸渐入堂，必当这般粉碎。下飞路，故事未说请掌柜，高跟鞋，刀锋出自金钱味。一杯痛，一杯美，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，滴滴泪成丰碑。目光如此深邃，人海中蓦然相对，让爱勇敢地选择前路，转身那一刻止不住的泪，在时刻竟成结累，逼着疾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，隐隐的惊雷，看樱花在雪雪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换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换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哎，韦警局。您好。准备实施计划的第一步了。什么计划的第一步？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啊！哦，您说的是这件事儿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去做。你应该了解我这个人不善言辞，不善交际，所以跟这些中国人打交道，可能情况会更糟。你和冈崎则不一样，你们两个可以说是巧舌如簧啊。难道我们在您心目当中就是那副模样吗？据我所知，巧舌如簧在中国话里好像是贬义。对不起，可能是我用词不当。我说的意思是你们两个都比我擅长交际，这个任务我希望跟你们一起来完成，即便是当你们的助手。您言重了，您的军衔比我们高，应该是我们当您的助手才对。那现在你要去执行任务吗？我只是
想带小泽上街随便逛逛。可以带上我吗？当然，如果您觉得方便的话。小泽，新太郎，我现在没什么事儿，想去街上随便逛逛，你有兴趣吗？有啊有啊，那我先去换身衣服。好，我等你。好。少佐。这间屋子我已经花钱包下了。这位先生，我想请问，如果我的烟枪断成2节或3节，而我又想修好它，是用麻绳，还是用铁丝？老师。好久不见，老师。对不起，老师，老梁牺牲了，是为了我。我知道了，老梁是为了党国死得其所。我们从加入军统的那天起，就准备为党国尽忠。你不必自责，继承烈士的遗志。我明白了。余秋霞和田成业呢？这2个人都死了。蹊跷的是，田成业临死前一口咬定藤原忠四就是军统内奸，而且他把很多事情都说得非常详细。我分析，一定是有人教他这么做的。老师，您是不是安排了其他人在井井武夫身边？没有，眼下我手里仅你一人，再没有他人。既然不是我方人员，又不是您安排的，那这个人应该是公堂。如果你的分析没有错的话，田成业是共产党。田成业是共产党，那余秋霞也应该是共产党，要不然田成业也不会拼死去保护他。余秋霞是共产党，那么一切就都解释通了。余秋霞是党国的人才该多好！尽快查出你身边潜伏的共党。是，我一定抓紧时间把人给找出来。如果我找到这个人，
我想和他一起联手，到时候别说是一个小小的情报4科，就是整个情报部，我们也能拿得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想和共党联手？是啊，现在委员长不也和毛泽东联手了吗？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人呢。你动脑子想过没有啊？重庆能和延安是一条心吗？自作主张，一厢情愿，找出潜伏的共党，其他的听我安排。信太郎，我真的好开心呀！你真好。先生、小姐，下午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我们要看看新款的女装。好的，我们有这么多衣服，你们随意选好吧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开始选吧。真好看。这件也漂亮。信太郎，这些衣服都好看，你帮我选一件吧。你刚一上来，肯定会挑花眼的。哎，我看里边还有，不如你去里边也选一选。今天你可以慢慢选，我陪你选到满意的为止。谢谢你，信太郎。那我进去慢慢选啦。去吧。天亮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藤原忠死已经让金井武夫处决了，玉秋霞和田正业他们为了掩护我都牺牲了，我暂时安全，已经摆脱了嫌疑。不过金井武夫已经开始了同计划，计划的内容就是针对重庆国民政府展开物资贸易战。贸易战？对，金井武想在香港动手。没错。这是同计划的详细内容。现在是战局僵持阶段，金井武夫想抢夺更多的战略资源，对日本军部进行战地补给。而且更加巧合的是，我们的目标就是强化兴业驻香港分公司。强化兴业？那有关同计划的事情，我要进一步向老王汇报之后，才能告诉你下一步的行动方案。信太郎，老板，小姐，有什么可以帮你？请问这里就一个试衣间吗？是的，您得稍等一会儿，要不您再挑2件衣服一起试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金井武夫现在命令我和钢琴、长谷川同时接近白文札。我知道，我会尽量帮助你的。可是，关于你身边的那个军统，他能成功的潜入情报4科，而且这么长的时间不被金井武夫发现，我想我们俩身上一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可是，你能想到他，他也必定知道你的存在。那就看我们
谁能先找到谁了？保护好自己。保重。选好了吗？星太郎，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？颜色好像有点不太适合你。啊，我刚才也帮你选了一件。啊，怎么样？这件呀，这件颜色真的很淡雅的，真好看。那就选这件。真喜欢？喜欢。那我就当礼物送给你。谢谢星太郎。金井有没有下一步的计划？同计划的真正目的已经显现出来了。金井武夫要帮陆军部建立一条秘密贸易线，直指重庆政府。他们想找出为日本人所用的人，打一场物资战，来彻底打垮我们。这个是同计划的详细内容。辛苦了。贸易线，哼，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把脑袋伸出来。哼，金井好像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对象，强华兴业公司。强华兴业，金井真下了功夫，也说明强华兴业公司和重庆方面有关联。想办法找到线索，追踪下去，一定要破坏这条线。可是老师，这个公司我并不了解，也不知道如何下手。金井这次派我到香港来，是让我去联系分公司的负责人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白文扎。姓白的？对。哼，酒囊饭袋一个。听说他近来看上了博兰街的一枝花徐乃娇。你暂时偃旗息鼓，不要去趟这个雷，保护自己最重要。记住，秘密贸易线，金井是不会拿东非洋行来直接交易的，他会找一家适合的隐蔽的公司来和强华公司接洽，千方百计的找到线索，找到证据时里应外合的打击他们。我要让金井知道，他来错地方了。学生记住了。老王，关于同计划上面有什么指示？组织的意思是，先让日本人把计划执行起来，诱蛇出洞，再打其七寸。所以，你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好天亮同志，让他先人一步，取得白文扎的信任。在贸易真正开始的时候，天亮参与的越深，我们所获得的情报就越多。嗯。不过，有一点，我要特别的提醒你：你一旦参与了天亮的事情，如果留下痕迹，日本人顺着线索追查下去，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你们两个的暴露。
么？啊？猪脑子呀！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让你们搞得这么复杂。明天银行关门之前，必须给我搞定，否则统统给我滚蛋！啊，你好，白老板。哎，你谁啊？久闻白老板威名，所以今天特意来拜访。找我啊？你谁啊？啊，在下是东。你有什么事你说吧。白老板是生意人，我肯定跟你谈的是生意上的事，而且这个生意白老板肯定会感兴趣。你要有什么事儿，找我秘书他们。哎，白老板。先生您好，有什么事您可以跟我说。你好啊，你好，小姐。你好，我姓吴，请问您贵姓？啊，我姓魏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废物，这事儿我要能办，还找你吗？想办法。白经理，什么事儿？外面有人。喂，屏障，这事儿还用我教你的？说。外面有位吴小姐想要见您。有约吗？没有。不见。可是，吴小姐说，她是专程从上海过来的，希望白经理最好在事情还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见她一面。这吴小姐叫什么呀？吴安娜。吴安娜，那让她进吧。是。吴小姐，请。白经理，吴小姐到了。知道了。白经理就是这么待客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，白经理这么做是否有损上海总公司的形象啊？哎呦，吴小姐是上海总公司的吴安娜小姐吧？正是。哎呦，你说我这脑子一天都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快请坐。哎，小魏，哎，去泡茶。好。哎，等等。啊。把那个上好的碧螺春拿过来。哎。吴小姐，怎么有空来香港视察工作呀？我哪里敢来视察白经理的工作？我是私人来香港旅游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我说总公司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呢？哎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吴小姐，你在香港的一切开销都记在公司的账上啊。你住哪个酒店？不必白经理费心了，我有朋友接待。吴小姐，吴小姐请喝茶。来，吴小姐尝尝，全香港最好的碧螺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次委屈吴小姐了。碰巧我明天要去新加坡出差，恐怕呀进不了地主之谊了。没关系，白经理，您忙您的。我这次来找您是想请您帮我办件私事儿。说，没关系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说吧。是这样。我有一个朋友积压了一批茶叶，急需资金回笼，不知道白经理能否帮这个忙？什么样的茶叶啊？吴小姐，恐怕呀，我帮不了你这个忙。
你这茶叶呀，也只能卖给那些码头上出苦力的。什么价这是？我想要这个数。哎呦，我。组织上有什么新的计划？组织上决定让我和强化兴业进行贸易，这样既可以掩护你，也可以避免战略物资落到日本人手里。我现在基本上取得了白文扎的信任。天亮，还记得小的时候你远渡东洋之前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吗？苟利国家，生死以。其因祸福，必趋之。